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每个礼拜会当来到咱所喜爱主的教会，会当同心来敬拜，是何等稳定、何等欢喜快乐的这个美好的时间。今日搁再一次，咱会当奉主的名组织伫这所在，希望通过咱的敬拜，和咱的主会当得到伊的满意。咱会通过今日的敬拜来领受上主要通过伊微微的仆人要所讲的话语，和讲的甲听的每一位拢会当得到属灵的精英的福气。咱今日通过拄则李老师带领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伫罗马书这个第1章第8节甲15节这个所在，咱同齐来思想。保罗伊当年伊一心想要去罗马的这个心志，想到讲这个礼拜我就无伫的后礼拜无伫的，因为拜五呢我就要甲几位兄弟姊妹出发搁再一次要去绿岛来一个医疗甲这个徛家探访的这个地选这几年呢教会有安排安尼一样两届甲这任务交托互我呢带领着兄弟姊妹咱过去对绿岛这个福音的事工已经几十年到如今连伊这场结束了我要去大堂有一个彩排日希望通过今日段经文我最近读到这个罗马书的阵呢读到保罗伊一心想要去罗马这个心志虽然我是奉调奉派去绿岛，但是我一年安尼两届去嘛，已经几啊年离这个咱这个疫情开始的阵就去甲呾已经几啊年以后每年两届5月、10月去的阵，后礼拜搁要出发，我伫思想通过这段经文，保罗伊是啥物款的心志？伊遮尔一心想要去罗马，互我也思想讲，绿岛的这个福音的事工，这几年上帝互我有这个稳定，我到底是一粒啥物款服侍的心？有人讲讲道，毋是讲牧师对众兄弟姊妹讲，讲道往往拢是上帝通过这个话语呢，向这个讲的人讲。今日我就是有一点仔领受，甲大家来分享。希望讲上帝互我同款有即款的这个保罗同款的心志，无论讲去啥物款的所在，也希望咱兄弟姊妹，咱伫每一天生活徛起的阵，咱伫服侍的阵，同款有即款的心志，无一定讲去罗马嘛，无一定讲去这个绿岛因为过去伫印度这个服侍的一个天主教的修女讲伊服侍的所在，上帝感动伊是伫加尔各答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个人的加尔各答里带，咱每个人的罗马里带，咱每个人绿岛里带，无定着就是咱每个礼拜拢一直伫咱的教会伫这三空的所在，伫这个所在做礼拜的时阵，上帝就要来用咱，要找咱今日咱来看这段经文，拄则伊讲到大兴大兴，当然这段经文头前有讲到小可无灵光好来有讲到讲大兴保罗伊写这张批是用心，是因为呢伊毋捌去过罗马保罗有一个心志传福音，希望讲无人福音教的所在，会当甲这个福音传落一寡无听过的人，会当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会当得到这个救恩。所以伊已经3届传道的旅行第3届的阵，伊一寡正教会的奉献呢要甲这带去耶路撒冷去救灾的时阵，有人甲伊讲你即届毋通去耶路撒冷，恐惊你有啥物不测风云所以伊想讲无定着伊毋知阁有将来有机会吧无一方面呢，因为伊听到罗马教会呢，虽然因有真好的风声，但是伊嘛知影讲一寡无好的即个真理呢，已经入到即个教会去污染着因的信仰。更加因为伊伫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地极世界的即个上远的所在因所在就是伫西班牙，所以伊想讲有一天伊嘛会当甲这福音传到远迄个所在地极迄个所在，甲西班牙去。伊大部分拢伫即个地中海的东边，西班牙伫地中海的西边，所以伊想讲，如果有一天伊会当去到西班牙，有机会会当去。伊想讲会当升到罗马去，罗马是当初即个罗马帝国的中心，所以
伊就写了即张批来，甲即个罗马教会兄弟姊妹问安。一方面，伊会当甲即个正确的福音嘛甲因讲；一方面嘛表达讲，未来如果会接到因的接纳，有机会会当甲福音传到西班牙去。这是保罗伊写即张批的即个背景。伊是伫迄个第三旅行要结束的时阵，停留伫迄个哥林多有3个月时间的时阵，伊所写的即张批信。所以咱来看，伊遮讲大声，我通过耶稣基督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恁的信德，已经传遍全世界。保罗讲，为着恁众人，伊感谢上帝。哇！罗马教会的风声，是啥物款的风声？因讲即风声已经传遍全世界。我拄仔讲，当时因所明白的全世界，毋是即个地球。因的全世界可能就整个的罗马帝国，也是讲较一寡偏远附近的一寡国度。无论如何，伊讲，罗马教会的信德已经传遍全世界，有风声。保罗为了安尼，因的风声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保罗伊想讲，伊的风声是啥物款的风声？大家想看觅，如果是歹的风声。咱若讲咱兜有啥物代志无甲安尼荧光这风声出去，咱每个人感觉是啥物？也是讲咱做歹代敢若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创造人的时阵，亚当夏娃无照上帝旨的时阵，伊嘛会歹势对无？如果这风声无好，不管是外口内面的无好的时阵，保罗嘛会感谢上帝，也是讲无定着伊的心情无共款。我拄仔讲。无好的物件，无好的风声，往往一般人应该袂感谢上帝啦但是颠倒反，好的风声无人知嘛，一定想要人知好的风声，就是一般来讲，咱会想要去甲伊引讲出来。所以保罗听到讲，罗马教会因已经信德传遍即个全世界所以保罗为着因呢，感谢上帝。信德这2字呢，就是因罗马教会的兄弟姊妹对上帝真理的相信，不只是相信，是坚定的相信。这个信德就讲因对上帝的真理，不只是相信、坚信，因阁是忠实来这个守这个上帝的真理。对上帝是忠贞甲忠实的。所以这个风声传遍全世界以后，哇！保罗嘛有听见，保罗就为着因感谢上帝。我拄仔讲为什么保罗伊阁写进罗马书？如果咱看后壁的经文，保罗甲这福音正确的说明，为什么？因为我拄仔讲，当初有一寡信耶稣的人，尤其是犹太人，因讲你要信耶稣，外邦人会使，但是呢，恁爱先受割礼，还是割礼？割礼好，割礼，我拢讲毋对，割礼。所以呢，安尼的时阵，你才会当信即个福音。所以保罗讲安尼即个信仰毋对，所以伊做一寡说明伊讲因信称义因为咱的信来得到称义所以这是后壁保罗要讲的。但是我拄仔讲，伊就妄望讲保罗妄望要去即个罗马迄个所在去，伊为什么妄望会当去迄个所在？我拄仔经做一寡说明。你即个第9节、第10节，伊讲伊宣扬伊的囝的福音，就是保罗伊领受了上帝甲伊光照以后，伊生命即个安尼有一个反转以后，伊开始愿意甲伊即世人后半世人人生的下半场交上帝，来完成上帝好的托付，甲这福音传到外邦迄个所在去。所以伊传这个福音，伊讲用心灵的服侍去为上帝甲伊做证，伊是确确实实有这个心，有这个心志。伊讲我常常笑念恁。所以虽然保罗毋捌去罗马，
无去罗马，但是伊就想到罗马遐个兄弟姊妹，听到因的风声，为因安尼祈祷，不只是少年伊第10节讲，不时伫祈祷的当中恳求上帝照伊的好旨意，安怎呢？甲我开路，互我无久就会当顺利去恁遐。所以保罗我拄仔讲，伊一心仰望会当去罗马，伊讲。仰望上帝当照伊的好旨意为开路，因为伊到底有机会无机会，伊毋知。虽然一心想要去，一直到当下拢无机会，所以伊常常互你祈祷，为了遮兄弟姊妹来恳求祈祷上帝。我拄仔讲伊为虾米不时咧少年伊为因祈祷呢？为虾米伊仰望上帝为伊开路，互伊当顺势去遐呢？咱会思想保罗伊安尼。我拄仔已经讲过，伊的心志，伊就是要甲福音传到地极，伊就是要甲即个罗马教会兄弟姊妹因的信仰有一寡受了污染无正确的所在，会当搁甲因传扬说明，更加呢，更加继续经文讲保罗伊讲伊讲即个第11节即个所在，伊讲安怎呢？伊讲我真。爱见恁，通甲恁分享一寡属灵的温事，互恁坚强，就是我到恁中间的时，恁通过我的信仰，我通过恁的信仰，互相得到鼓励。这两在当中已经说明了，讲。保罗呢，伊是要分享一寡属灵的温事呢，会当互罗马教会兄弟姊妹。到底这属灵的温事是啥物？简单讲就是讲，伊要甲一寡福音的恩典。当然有一寡人讲，一寡较迄个灵恩教会会一寡较强调的，有啥物款的温事，啥物款的温事，无论是啥物款的温事，总是讲是上帝福音的恩典。保罗会仰望讲，去甲因迄个所在的时阵。会讲甲兄弟姊妹互相来安尼分享互因，为虾米？后来才讲要互因坚强，要互因坚强为虾米要互因坚强？因为可能即马无讲介坚强，因的信仰有一寡动摇一寡套滥一寡无正确所以因可能会软正会歪错去。所以呢，保罗要仰望讲，会当去到因的所在。分享一寡属灵的温事，互因的时阵，会当徛会牢，会当坚强。第12节讲就是我甲恁中间的时，恁呢通过我的信仰，保罗的信仰，保罗讲通过恁的信仰，罗马教会每兄弟姊妹的信仰，大家互相安怎会当得到鼓励，得到鼓励。保罗的信仰，伊会当成做别人的见证，罗马教会的兄弟姊妹的信仰，嘛会当成做保罗的见证甲安慰，大家互相会当安尼得到鼓励。所以咱想看觅咱兄弟姊妹，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包括咱今日有一寡新朋友来，不管是安怎，咱想看觅，咱信主不管是有偌久，昨才信主，还是已经信主1年、信主5年、10年，已经信主几10年咱的信仰，毋是讲你信主几工就道行偌济啦，较早我拄信主的时阵，有一个人讲我未做兵的时阵人甲福音传落我即马已经几10年的即个基督徒的即个灵性有来边仔兄弟姊妹讲，安尼你的道行真深迄个兄弟姊妹听来讲歹势，因为伊的信仰嘛是我安尼敢若喙齿共款咱年岁大的时阵喙齿家己就安怎？无代无志，那会摇啦摇喙齿信仰毋是讲你愈久信仰就愈赞所以伊只保罗甲因讲，大家信仰会当互相来鼓励。所以咱大家等于兄弟姊妹，咱大家的信仰，每个人的信仰是毋是有巧在？咱的信仰是毋是有正确？咱的信仰是毋是甲人分享见证的时阵，会当互人得到安慰，互人得到鼓励，互人即个安尼软正的即个生活当中，伊即马拄着艰难的时阵，因为咱的安慰，咱的话语，因会当搁
搁再一次起来，继续往前行咱信仰的道路呢。所以保罗讲，望伊的信仰会当成做见证，互兄弟，即个罗马教会兄弟姊妹当做因的见证。共款，保罗嘛，望讲去到因的所在，看到每一位兄弟姊妹因的见证，遮尔水，遮尔好的时阵，保罗嘛会当得到安慰，互相会当得到鼓励。所以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我拄仔讲，望咱每一工礼拜煞，毋是讲搁听后礼拜才过来，大家来欢喜鼓乐唱歌，来听上帝话语理意吼。咱每一工，咱转去，明仔载拜一，后日拜二到拜三、拜四、拜五、拜咱每一工，咱无定着会当转来教会，但是咱每一工生活咧，咱的日常当中，兼在咱有人咧工课的时阵，去到咱的办公室，去到咱的公司。甲同事你交杯的时阵，你共款你服侍工课的时阵，也是甲厝边头尾，也是讲你去旅游等等每一工的生活当中，咱就是诚做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特别是一寡还未信主的人，不管是信主也未信主的人，兄弟姊妹，也是讲咱礼拜日教会的时阵，大家合做伫这个所在咧敬拜的时阵，咱每个人拢咧影响别人，咱每个人拢咧影响你边仔的人。兄弟姊妹，咱敢知影即点？有人时咱免讲话，人就欣赏讲，你的信仰哪会遮尔好？伊会稀奇，伊会想要来了解。颠倒变，咱的信仰也无好的时阵，可能人看到咱就离远啦。顶礼拜六，昨尔咱新的新学生不只是阿典搁有另外5位啊，你即个。咱遮3楼，你2楼下骹这201教室，你欢迎伊的时阵有一个人讲，应该是坐后壁迄人讲的边仔阿典的边仔迄个太太讲的。伊讲伊19岁的时阵就离咱这个罗斯福路遮行来行去，公馆地区行来行去，行过这个华恩堂无啥物感觉啦伊想袂到讲20年以后，伊已经诚做一个毋是19岁的少女30几岁，家己自称是少妇不只是家己一个有生3个囡仔，搁嫁一个翁5个人，往正式来咱华恩堂做服侍。20年前甲20年后，伊料想袂到的一个情形。另外一个牧师就讲伊讲伊较早来行过即个华恩，伊毋是咧华恩堂伊咧别位咧工课。伊讲行过华恩堂，伊将来无想讲。想要入来，伊讲华恩堂敢若亲像一间庙，我毋知大家有即款介共款即款的感想无啦但是伊讲无离过，讲你咧教会服侍已经伫即个所在已经20多年伊讲是伊头一间教会，伊毋知有第2间教会无，我毋知啦因为较早拢伫福音机构咧服侍。兄弟姊妹，这是一个教会的所在，但是圣经讲教会是啥物？教会毋是即间建筑，不是叫做教会。教会圣经讲的是咱即阵人，有共款信仰的即阵人，咱奉主的名组织去敬拜伊，来追求伊、敬拜伊，嘛望会当通过上帝对咱的听来回应伊，互咱的听，咱来服侍伊。这才是教会。所以我拄仔讲，罗马教会因的信仰是啥物款？我拄仔讲，我读即段经文想到讲，每一年我有2届的机会去列岛里服侍。我是啥物款的心志？我拄仔讲，我敢亲像保罗共款，听到列岛教会的风声，我毋知大家兄弟姊妹对列岛教会的风声是听到啥物？是讲咱拄仔讲，保罗伊望会当去列岛教会，兄弟姊妹，咱大家堂的兄弟姊妹，敢有人望会当去列岛呢？我拄仔来接咱大家堂的即个服侍的时阵有兄弟姊妹甲讲咱大家堂的周报。有3条事工的带道袂使无第一就是爱为列岛祈祷，第二爱平遥祈祷，第三爱为日本祈祷。这条甲单咱即马拢放条条，对无？特别李老师特别强调。兄弟姊妹，咱每礼拜第一堂的兄弟姊妹，咱拢咧为列岛、为平遥、为日本咧代祷。这2天有2个姊妹代表咱教会去日本关心咱的宣教师 Kelly。伊去年有转来嘛，对无？要走进前嘛来咱大家堂个甲咱分享。咱嘛常常咧为祈祷，咱兼且无一定有机会去日本咱嘛会当来为来福音的事工咧祈祷的时阵，
咱毋茫有一天，咱是毋上帝互咱开路，咱嘛有可能，咱兄弟姊妹会当去日本去关心日本的福音工课啊。最近伊是咧东京啦有人咧最近有人去台版一寡咱台湾的教会去关心日本的福音工课不管是东京还是台版，总是日本的福音嘛使用传扬。我都讲，历岛离咱较近，咱常常有去。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共款甲保罗有即款的心？望有一天，咱嘛会当来去历岛，甚至来去澎湖。大家前2年，甲牧师回应讲，历岛澎湖坐船拢会行船啦，所以可能要去较困难，咱年会较济啊。但是我拄仔讲，兄弟姊妹，只要咱有心100个还佫会当出门啦，来做无啦，佫100个啦所以大家来祈祷上帝互咱每兄弟姊妹有健康的身体有这勇健的这个信仰的心智设使上帝意爱咱有咱兄弟姊妹会当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我望讲有一天，迄一天无一定真紧，明年咱的历岛的底选呢，留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来参加，好毋好？所以呢，咱爱备办好咱的信仰无咱去历岛要甲人见证分享福音的时阵，是要甲人安怎见证呢？所以呢，今日这段经文，上帝嘛提醒我，毋是讲教会交代我去就爱去我是毋是会当甲保罗共款？有即个望的心，讲上帝我即个恩典1年2届去历岛，我嘛希望讲，即个恩典毋是干那互我，会当共款分享互咱大家历岛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会当来回应上帝互咱的感召所以呢，保罗继续安怎讲呢？我拄仔讲，伫这13节这个所在保罗伊望去迄个所在，毋是去佚佗伊望去迄个所在安怎？咧罗马迄个地区会当结一寡果子结一寡果子，因为历岛嘛真好耍的所在，敢毋是？特别热人的时阵对无？5月去的时阵，一台船坐满满300-400个船300-400人的船啦当然本能时拢是坐飞机，但是阵飞机无飞的船，就爱坐船飞机会当坐17个尔，因为飞机足细只但是我拄讲，这个热人的船一台船，拢游客去历岛是安怎？去传福音了？毋是啦，拢是去唱水啦，看鱼啦，佚佗啦，骑奥多摆安尼转来转去啦。我今年5月无偌久，转来即个台北的时阵，就收到历岛教会牧师讲有另外一个福音队，去历岛的时阵办活动。结果因咧耍球伫迄个广场咧弹球，弹来弹去，球弹去外口去甲一个骑奥多摆的人互伊跋倒才受伤一寡赔偿。我都讲这福音的工作有人啥嘛会拄着一寡试炼一寡代志发生总是我拄仔讲保罗伊望去罗马地区呢，毋是去遐佚佗啦。讲罗马真好耍呢，咱即马现代大家嘛足想要去意大利旅游、欧洲旅游几工对毋对？拄仔拄仔一个图就是意大利迄个罗马竞技场，敢若一个迄个迄个啥，迄个壁共款我拄仔讲保罗伊的心毋是去佚佗的，伊是去创啥？要结一寡果子。咱顶礼拜讲安怎？讲爱结果子嘛常常咧主内底，就会当结果子。迄个果子，我顶礼拜有讲，分做啥物？属灵生命迄个果子，另外是福音的果子。共款遮保罗伊的心特别是咧讲，伊会讲兄弟姊妹，我真爱恁知影安怎？我真侪遍计划要去恁遐保罗早就想要去只是总是一直无机会。伊这宣教旅行已经第3遍啦，伊嘛一直想要往西去，但是总是有一寡代志，伊就无一直往西去伊讲伊计划要去，但是呢会当去因安怎？假讲我真侪遍计划要去恁遐通甲恁
其他外邦人的中间共款保罗不止干那要去罗马，伊嘛想要去西班牙，甚至每个罗马帝国的所在城市庄脚，伊讲啊，嘛要恁中间啊，伊不管去任何的所在安怎，要修成一寡规矩我几啊年安尼诶服侍当中，不止讲即几年去到过去嘛，曾经去过花莲啊，去过宜兰啊，去过基隆，真侪所在，拢是福音的工课。保罗共款，伊讲去每个所在，尤其伊即马想要去罗马，是要修成安怎一寡规矩，毋是讲这个意大利产什么水果啊？葡萄不止啦，真侪水果，每个所在拢共款。但是保罗讲的毋是讲这啦，伊毋是讲要去聊你葡萄真好食我来收我一寡葡萄做葡萄酒，毋是啦，伊是讲修成一寡规矩是啥物规矩？我拄仔讲啊，要建造罗马教会兄弟姊妹因的性命，伊要拄仔分享一寡属灵的安怎温书嘛，敢毋是？因的信仰有一寡受了污染啊，伊要甲因重新建造起来，会当守即款的规矩，伫看到兄弟姊妹因的性命，加拉太书讲属灵的圣行的即个规矩是啥物？仁爱啊、喜乐啊、和平啊等等啊所以伊希望讲，守一寡规矩，就是看到罗马教会的兄弟姊妹会当安尼，伊去到因的所在，甲即个信仰安尼分享正确，分享出去的时阵，会当守到即款的规矩。另外一方面，伊嘛希望讲，会当去到罗马教会附近，会当照着遐所在，成做一个信仰的滩头堡，甲福音阁离咧罗马城市。继续传扬，互一寡无明白福音的人，听着福音的人，会当守安尼一寡的规矩。伊讲啊，毋过啊，到呾呢，犹原也有阻挡。保罗写这张批已经表达过伊的心志，是要为着福音的缘故。最后呢，这段经文讲安怎？讲保罗伊是用一个欠债心嘛。伫尽力安尼咧传扬福音嘛，兄弟姊妹，咱见解怎样咧传福音的时阵，咱飞去音乐会，伫咧广场的时阵，咱是用啥物款的心？有代志兄弟姊妹讲我是用欠债心来办这个音乐会嘛这福音传到一寡无信主的人，我想往大家毋是这款心啦。但是保罗确实呢，伊是安怎实在讲无论啥物款人开化也是未开化。是讲，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即个外邦人，伊讲不管是有智慧，还是无智慧的，保罗伊讲我拢欠因的债。保罗敢有干借钱？无嘛，我都毋捌去个所在，敢若无熟悉，嘛毋知迄人啥物名，要安怎叫，要甲安怎介绍？毋是因为讲伊欠伊偌济钱啦，乃是保罗都讲，伊心中就是有安尼一个。敢若讲欠福音的债的即款的心志，要害即个福音的债，甲即个福音传出去，敢若安尼害债共款。伊讲最后讲所以我呢，迫切盼望嘛会当将福音传互恁伫罗马的人。我拄仔讲，罗马教会一定是相信耶稣的人，才会伫教会内底但是我讲保罗不只讲为了这个教会内底兄弟姊妹，伊嘛为着罗马迄个城市。所以今日咱通过这段经文来思想嘛，请兄弟姊妹为牧师来祈祷，为队员来祈祷，嘛为你家己祈祷，陪伴心来祈祷。希望即届咱无法度同行，希望以后有机会，咱代表教会以台语堂的这个团体，咱会当有一个福音队出去。我拄仔讲无定着是绿岛无定着是澎湖无定着是即个安怎日本还是讲我有一个感动因为看到真早甲议会翁仔某安尼来我是讲中华、台中嘉义拢有机会对毋对？还是讲咱即马小可一条线，迄条线未结连起咱会当来竹塘还是讲去？遐一寡庄脚所在，每个所在，甲迄福音甲咱互相交陪对毋对？
咱用台语即个语言啊，还是讲用咱音乐啊、诗班啊，来安尼展出来，咱即个福音的美好，互人讲毋是讲听到美好的歌声尔，咱通过安尼甲这福音传扬出去。只要兄弟姊妹有心，牧师愿意，咱同齐会当来安排。大家毋知有即款的心志无吼？但是牧师想讲我的即个时间毋知有偌久啦，总是一年一年咧过，把握每一天的即个生活甲服侍。毋茫讲有一个期待要明年要后年吼，但是到底有无毋知，总是讲今日要拜五出发去绿岛进前，今日通过即段经文，甲兄弟姊妹分享，望上帝即段经文，互我的一个感受，甲大家分享。咱会当领受上帝互咱即个恩典的时阵，毋是干那藏在咱的落地啊，毋干来藏在咱的心内，咱会当望伊落地内底啉出来，伊咱的心肝内底分享出去，咱的上帝互咱的听。好，所以呢，我拄仔讲，保罗伊欠债的即个心情，尽力要甲福音传扬出去。所以牧师要为绿岛的即个福音事工恳求兄弟姊妹为牧师祈祷，为即届的队员，即届的队员有一个牙医师，有因太太，搁一个离台大的护理师，但是已经生囡仔以后已经无做，但是因翁婿呢，搁离台大的急诊部上班，所以因即家人即届伊全家要去，即个太太呢5个伊一个去，但是伊有去了后，甲因先生讲，但是因几啊年前上帝咧感召因，感召因讲因有迄个宣教的负担。因望会当去侪所在去传福音，所以即届选的因翁婿11月，搁要甲咱教会的英文堂的兄弟姊妹去印度宣教。即个家庭过去你谈讲即个家庭敢会当安尼去甲阮去绿岛，还是讲伊的囡仔遮尔幼细敢会当去？我迄阵想讲，会当全家服侍是非常水的一个代志。所以呢，我讲。你若有心我甲恁成全，所以因即届10月，因全家就要去。因的翁婿伫台大搁咧上班，嘛爱牺牲假期呢。伊甲伊的假期拢用完，特别即届10月、11月，咧几啊工呢？伊就为了即个福音，毋是甲你假期休出来，安排去倒位佚佗，伊甲即个假期安排出来，全家。因望会当互上帝甲因找用，所以嘛为即个家庭来祈祷。当然，阮其中一个阮的绿岛的即个所谓的队长，已经做几啊年的队长，一直想讲我队长做伤久要交互人来做另外一个新的队长出来，但是讲无新的队长，我讲你是永远绿岛的队长，嘛为即个兄弟来祈祷伊足忠心的伊。因为伤过忠心甲打无对象嘛为祈祷好，熟悉的人知我讲啥，不熟无要紧，有机会甲介绍望我明年介绍绿岛福音队的队员的时阵，留咱当中的某咪兄弟姊妹，大家有安尼望无？好，咱来做一个结论啦这段经文是罗马书的第1章第8节到15节，但是罗马书应该是第1章。第1节开始所以第1章第1节开始，第2章的所在是安怎讲呢？第1章的咱先甲这个小整理起来我拄仔讲，这段经文咱了解到保罗伊的心志是啥物？咱用读一下好无？保罗安怎？罗马教会互保罗有风声啦第2，保罗安怎？望会当去因遐啦。第3是安怎？会当去分享文书并且坚固甲互相安慰啦第4安怎？伊望咧罗马地区会当结一寡啥物？葡萄还是无花果毋是是属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第5是安怎？伊欠债心尽力咧传扬。但我都讲罗马书第1章第2节头前是保罗有一句话伊安尼讲伊讲即个福音
是上帝早前通过伊的众先知啊，记伫圣经的应允。你旧约圣经不断安尼，上帝拣选的伊的仆人先知一直讲，将来有迄一位会带来即个拯救的弥赛亚会出现。伫耶稣的时代，伊亲自上帝顶道成肉体来完成。伊讲，即个福音早前就已经记载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第一思想的，咱已经信仰偌久啊？你对圣经所讲的所有一切应允，相信到底有偌济？这是咱信仰值得来思想的。当然，信仰的问题真多啦。今日咱思想第一这个问题。第二，我拄仔讲的这段经文当中，14节，保罗用欠债的心情，你害这福音的债。为什么保罗安尼讲？伊对福音的看法是啥物？你咧，兄弟姊妹，你对福音的看法是啥物？你对传福音的看法是啥物？第三点就是这段经文下骹，你这个后壁边，16节这个所在，伊讲啊，保罗讲我无看福音安怎做见笑。兄弟姊妹，你会见笑甲别人分享福音嘛袂？牧师先承认啦，牧师面皮足薄的，连阮不止阮太太，连阮查某囝即摆咧甲笑，阮后生嘛咧笑。牧师你哪秘咧房间好做囡仔的时阵，人客到阮兜去，我拢无伫客厅，拢伊客厅走去房间。即摆做牧师虽然是安尼，虽然即摆传福音啊带队出去，牧师的即个内底嘛，共款安尼足惊的，要甲人讲福音的。但是无法度啊鸭子被安怎逼上架就爱勇敢嘛所以毋茫讲我袂爱讲，定来讲音乐会八个代志，但讲我毋茫讲八个上帝我勇敢的心会当勇敢讲啦勇敢唱兄弟姊妹，咱今日要结束之前思想这三个问题，搁想一解，你对福音的应允相信有偌济？你对福音的看法到底是啥物？你会见笑甲人分享福音嘛袂？咱同齐额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咧，阮还做罪人的时阵，阮还无明白你的时阵，阮还阁伫为着阮家己的欲望，你追求的时阵，你早进前就为阮灵魂的得救，牺牲你自己，被钉死伫十字架，流你的宝血，写了你的性命。念伊阮要来守主餐的时阵，愿主你搁再一次来通过今日的主餐，也包括今日早起下迄个主你的话，互阮来思想，阮对你的应允到底相信有偌济，领受偌济，互阮会当来思想，兄弟姊妹，今日阮通过你卑微的仆人所讲的，阮到底对这福音的看法是啥物？互阮看到保罗伊用欠债心伫害这个福音的债的时阵，阮到底是要如何来回应主你互阮的这个恩典，甲你会听？但愿主你会当来使用阮列位兄弟姊妹，不管伫什么所在，不管什么时阵，你的话语甲阮讲，无论着时也是无着时，阮总是爱专心来传福音，诚做别人美好的见证，会当引带人来明白你。愿主你来找用阮台语堂的列位兄弟姊妹，在每一天当中为主来活，阮来向你来恳求、感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